第18岁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前主席拉比亚卡迪尔看望了在白宫前去世的英勇妇女，并呼吁在世界各地与维吾尔人进行斗争。近日，根据来自东突厥斯坦以南等地区的多条短信和视频消息，在长达1个月的封城期间，维吾尔家庭得不到食物。有7条消息讲述了因饥饿而导致的死亡。6月21日，3名维吾尔女性集中营幸存者来到白宫北侧的拉法叶特广场进行举式抗议，呼吁美国政府关注发生在东突厥斯坦的人权暴行。陪同3位集中营幸存者的由维吾尔裔美人协会的艾丽菲达尔女士，她表示，中国政府目前正以防疫为名在新疆多地实施封城，导致大量维吾尔人陷入饥饿。这次举式抗议是敦促国会及白宫同意决议，尽快采取行动制止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罪行。拉比亚卡迪尔走访举式抗议者时，呼吁世界各地的维吾尔人团结起来反对中国的压迫，合作互不止。中国欧盟商会发布报告指出，中国欠缺弹性且不一致的疫情清零政策，重挫欧洲企业在中国的营运。报告中警告，不要以为傲气去留中国是理所当然的事。欧盟商会周三谴责中国不灵活的清零政策及其不一致，对在华3%的欧洲公司产生了负面影响。在昨天发布的报告中，中国欧盟商会对于中国严格的防疫政策做出了悲观的预期。在北京和台北之间的军事紧张局势升级的背景下，美国海军宣布其所属舰艇与加拿大护卫舰正在穿越台湾海峡进行例行活动。针对此举，中国军方局谴责称，其部队已警告这2艘舰艇。美国国防部周三宣布，美国海军导致驱逐舰西进7号和加拿大皇家海军护卫舰温哥华号于9月20日例行通过了台湾海峡。依据国际法，公海航行和飞行自由适用于这一水域。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宣布，将于今年11月20日提前举行总统选举。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感谢土耳其在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战俘交换中进行的调解。